也多年来，国内去实行文化创意产业，许多素材也开始有为手工实习。后生人发挥创意，设计塑胶有古多的商品。不过，也得实习加入睇都市，去卖嘢也单单系后生人。不过，年头的时节，睇高雄民农也在农村，才有一间小店的开张的，因为要用文化创意手工产业，来让大家看到还唔多认识的民农。说明一下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这个蛮好看的，可是绳子太短了，老板很讨厌。自然家係看各種各樣嘅商品，然後一沙一結見討論，上司還會拿一下調價。陈宇哦，啊，你的什么是水源头啊？就是那个可以开水龙头的那个。哦，就是哦，追转浪是吗？哦对对。所以都已经卖完了。你连追转浪都长一样的，太夸张了。其实我们店里会去看或是比较欣赏的啊，大部分都不是当地人就是如果当地人会欣赏的，通常就是平常就是朋友这个圈子。这个350，然后明信片15块，所以是365元。我哋嘅見店嘅迎合，單單係熟悉，也係朋友手嘅，較自然又較濃熱。不過就算係熟悉嘅朋友，也冇天才有機會買到東西。我們的東西也是要遇到喜歡的人他才喜歡嘛，所以有緣比較重要。就是如果來太多人，我們東西也那麼多啊。因為商品冇易到，一間啲民農半條街小店嘅平常但是冇開，搶禮拜六日當做，將會頭貼門拉起來做生意。謝謝。每一隻也都不一樣啊，就每一隻會有每一隻的個性啊，其實是不一樣，有的比較瘦，有的比較胖。特色商品都當特殊，也係一結文化創意小店嘅堅持。故做特色細細嘅肥嘅雕飾，都係一道又一道刻出來，一筆又一筆上色。特色嘅樣式都係限量嘅。我的東西都沒有想要說要一次生產很多，一次生產很多，我覺得它的創新的感覺跟就會被限制啊，你就會懶惰，你就不想再想新的東西啊。那這個會褪色嗎？有，它有褪色。會。好的。跟它原本這個顏色。那一個主要商品靠雜業內列，更加係特色都冇同樣，因為要做到同樣一當難。就獨一無二，就一片葉片就剃到就靠2塊，就冇法度再做出體上面安尼。我們做的東西其實都屬於比較特殊、比較單一的，可能每一種東西就只有一種。你要有2個一樣的比較困難，對，你要找到2片葉子長得一樣的很難找。另外一次，高麗菜爆漿了，太惡心了。高麗菜怎麼？就爆漿了，太熟了吧？就是沒有，它的水分太多了，對啊。因為我們平常是敲那葉子，葉子如果有葉脈的話，就是花紋會比較明顯。人講嘅靠雜葉，就係淺雜嘅葉片用布嘅建議來過後，個用塑膠錘嘅又靠又大，葉片呢流出來過後，佢鬼皮嘅葉片因地布嘅殼，出現自然嘅花紋，故所搭皮葉片都係淺貼片嘅。天落就冇按到水分摕葉片裡邊安尼烤出來。有的時間會冇色，有的時間就個色個冇按醬，係啊。迄高嫩的葉片就順帶屬葉體色就係以為有個豐豐的。你就是要試，因為你不知道你生活中有什麼，也不知道你可以得到什麼，所以你只能每一個都試看哪一個東西真的可以做，那哪個東西又是你真的願意做。
特别叶贝会出现用的黄色、用的橙色，叶脉印出来又会用的鲜呢。我拿来做商品卖，当然我唔清楚。一群后生人做游客，听说拿点不会吹叶，豆腐圈的叶贝都拿来吃看啦。对，好漂亮。这个知道是什么树？不知树，有时候是碱。走吧。基本上，我哋就经常经摘叶贝啦，啊摘的，俺规考古乡，我哋会基本上讲那条叶贝也效果够好，啊我哋喺100落的时间，我哋就会再摘个同样的叶贝安尼。没有算过哎，因为有些我们不认识它的名字。对，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去野外绕一绕，然后觉得今天绕这个区块好了，然后看到这好像可以，然后就摘回去试。做件算唔出到底吃过几多种的叶贝，不过数项一点点本日的按照太自然的食谱，也重视的记录点给的韩国的评价。现在我们上面会记录的，通常都是知道的啦，不知道的叶子，像这种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叶子啊，我们现在敲100种叶子好了，大概60、70种都不知道名字，很难啊，因为就是在路边看到有那种喜欢的、有漂亮的，就会摘回来敲。比到此看啦，做蛮耐伊红上红盒，一做唱记就会点名也上也下，一结合法本单系体验，对马生人呢，蛮耐见哦，唱啲好教唔猜我嘅意思，不过一群后生人使有冇同样嘅解释。梭罗讲过一句话说 ，All good things are wild and free, wild and free。那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很野的、很奔放、很自由的。那我们就更觉得，对，那野上野下真的是很正面的意思。也係天然的，唔單止係佢哋創作嘅原料，一件賣文化創意商品嘅公司，我佢啲面囊最因為鴉片。佢哋爭要常常創作無天嘅創意嘅想象。應該講我哋拄好起一個米農吧，有一個木樹林，啊，底邊就出彩真實幾多葉貝可以幫我哋來做一個創作安尼。係啊，係因為有一個環境啊，喺我哋而家喺佢高雄市區一間點嘅話，我哋嘛可能會改煩惱講，我哋就算想去做超脫人，嘛冇按豐富嘅東西可以幫我哋去做嘅創作。同面農專做創意嘅問題，就是要更加了解。因此，一三個後生人從佢啲面農非營利組織這條路，聽下調查更加係佢哋工作嘅內容之一，也主要更加多嘅時間，深度認識面農。啊，葉問就手唔寬，啊係可以訪問一些事情。個開始嘅。我係開始兩個理想是，也想一早不幾好，理想是，我哋以前去做嘅調查嘅工作人，就係為了做調查去做調查，啊，我哋而家嘅工作就變成講，我哋去做調查嘅時間，我哋會順勢去觀察或者注意看，就有哪條東西係我哋可以用啊，可以創作當紅嘅。一下用筆寫下書房仔嘅故事。一下用相片記錄幾樣時看到嘅，近年來一累積了1多嘅資料庫，我編排採體刊物嘅時間，隨時就有材料好用。就我們有出一些在地的一些手冊，那個其實那上面很多照片都是不是只有我，就是我們這邊的人其實都很喜歡拍照，就是出去調查或者是出去散步、出去騎腳踏車的時候拍的照片。我們就會趕快去找，就會趕快去拍。那去找他去拍，跟他聊天，跟農家聊天，或者是這些做在地產業的人聊天，就會發現有一些可以做的題材。破印之後要上色，然後我們就送一個這個印的福到這袋，這是一個小束口袋啦，像這樣。哦，對啊，它上面就有蓋字這樣。那我要這個書籤啊，書籤啊，馬上改變心意。沒有，那是貼紙，防水的，可以貼在腳踏車上。帶回去，帶回去。那是悠悠姐姐畫。大家商品唔單止看見來當貼書，也都係有故事嘅。包括賣的時候，面對消費者，你也
比较可以解释出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画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意义，或者是我在哪里看到的啊？也许人家今天买的那东西，你也同时分享给他一个故事。1万多，7月7、8，垫底的是1万。房租多少2、3千。水电费？水电费还没缴哎，不知道。那个店长的打工费？店长打工费还欠着。要回答什么？要问这种心酸的问题。阮到开销收费，所以讲心酸呢，大家做到欢喜。不过夜上夜下，年初开幕以来，还穿无买嘅车。啲厝价2站业太热，数月下无到2万。主要负责商品创作嘅连维接老蔡家友，要接上一有新嘅作品，就见得人分享，上个送人。负责营运嘅做规则，再出面当点来。因为种个联会质量嘅研究，就个专门做东西啊，做出来东西，个向人讲，唔可以抄拿来送人好诶。啊，大头就会讲做唔得啊，呀，系商品可以卖嘅，系啊。啊，人就讲哦，系好，因为人会时常记唔得讲啊，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商品安尼。因为我比较没有艺术家的性格，我还学习做商人。没有，因为如果这种东西当然是开这种店，当然是需要很多创意跟艺术家的想法啦。但是如果只有这样的话，应该也是撑不下去啦。所以一定要有人比较现实啊。后生热切，不过唔晓得做生意，木卡人也适当烦恼。不过做生意咁抢一种方式系，啲田野调查组一群后生人学到农民自己无同样嘅交管方式。故说对佢哋来讲，一间店嘅卖文化创意商品，要传达某种嘅理念。像农民，他如果说对一般的消费者，或是已经吃习惯他种出来食物的人，他们双方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。那他们之间的交易就不只是生意，那变成是一种观念的传达，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互相帮助的意味啊，并就是已经超越了金钱的交换的这层意义。传统农村生活所需要的，但是系自家种、自家做的。不过现今工业化、手工做的天天的消失，因为安逸，一间店咩既然系啲乡村的创作。手工做的听说做唔得少。其实也不是说工厂做出来的东西不好，但是就觉得少一种手工的感觉吧。那其实手工的东西跟机械化的东西比起来，还是比较热情。对，那至少在做的那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是人在做它。红豆真的卖完了吗？快，还是没有拿出来。既然吹讲手工做的这种热切，还较做唔得眼光光的看点，菜体的手工做的产业消失。点咩都除咗自家创作，其他人的作品以外，还较要小农亲手种的、速成的、加工的农产品。希望野上野下的店也是一种在地好东西的宣传吧。那假设说就是这样，民生有打开来，它开始比较稳定的卖，也等于是帮助在地的产业减少消失一个啦。对啊，不然如果一直像那种东西，如果一直没有人想要买的话，那个产业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消失了。到镇公所那边都算是永安聚落了，现在的区公所了。为维持公司的开销，要开设更加多手工做的推广工作。一下看来，一间小店面当场打唔平，请做了准副业来做。故说夜上夜下文创公司的业务也是当当中。除了平面的刊物的设计出版以外，30号结合发通户外的协商工作。要那个字有没有放反啊？好，在这边好。安全，赶紧回发行。可以啊，1、2、3，再走啊，1、2、3，好。不要说店赚不到钱，其实这种 NGO 也很难赚钱。那当然一开始
家里的人都会很纳闷啊，甚至说有一点反对啊。对啊，那就是要去做出东西说服他们啊。至于赚不赚钱的话，因为现在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所以还没有顾虑到这个方面。不过慢慢有在讨论啦，就可能未来的方向该怎么走，对啊，才会有办法在这里可以留久一点，哎呀，才不至于就是什么都没搞头了，就一样要回去外面上班这样。當然無天錯阿川太切，唔過佢哋位親戚朋友係喺位義父，做馬也決下望34後生人，愛做按道條路，味道位喺我本世界做啲料啲農村咯。因為人家開南鋪其實，我去行業應該算小有名氣啦，係因為已經會有年珠同來同來等接起來，啊唔過喺未來嘅發展係希望就苗上可以打到全台灣安尼，係一定就可以。人生愛等啊，順勢人生美容也嘅地方，就是除了辦嘅雜嘅嗰人上以外，還有拍啲嗰神奇嘅東西可以看安尼。這邊的不管是文化或者是就是一些自然資源很豐富，但是如果可以透過我們，然後去做一些能夠給人家看得到的話，我想。這應該就是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最重要的地方。好了，最裝那個，然後再裝一個那個上。好。沒有燈泡嗎？有啊。為什麼不會亮？我裝那個拿來放這裡。我覺得這邊需要一張桌子吧。所以我們還在訂3個架子，1、2、3。從開店嘅裝潢到做創意嘅商品來賣，意思一群後生人嘅松鼠，從無都有。有啲農村賣菜地嘅好產品，要用自家方式啲農村出發。